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条条老年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暗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轻便是紧冲，将颜色昏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条油啊伫面向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条条老年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阿爸，你讲过，你拄到嘛个困难。随时做得鬼了，你鬼来买天的，在你样的世界，无比讲天国较好的事情，呀，迄种人的味业气无买疼的。老太，好的啦，我讲的啦，干都做嘛，事情处理好，就归爱不卡，乐意啦。对，免照枪的啦，莫遐着哦，没冇用啦。哎，你真是冇洗好做。要种哦，冇问题嘅事情，做嘛嘅都冇用啦。你冇听人讲过山唔转路转哦，你做迄种外面西洋好，到底还还係有人买，有人买人去做啊，买几多算几多。做得买几多？做痛嘅。人生唔免唔对做嘛嘅啊，也着看伊到的就先做起来。再个讲也系万机呢，不管水本慢，也行起也不卡。人家都做暗的经验咯，暗好插，也未插，既未插，就出面讲啊，我来做乜嘅？每屯品质讲可以教伊做体育，讲听的哦。
做跳油有嘛个难？我用七条，我手做会出。好啊，你就一起调做啊。问题是你那时就要开始啊。是啦，你讲会出吼，就做会到啦。不过，睇下无，唔会无限物嘅啊？有咩唔对啊？你冲起来啊，等老人讲。一开始手买本的，以后拜托好我来照顾。好。不是，不是。内长，要同保证啊，有原因啊。我听说要从亚地地买到转来。哎，倒位倒位。啊，你甲倒？这款钱我无收啊哦。唔输这款钱，我输哪一种啊？有这个啊，新台票啊。哥桑，你转来咧？啊，迄个迄个人赚的啊！寄来那查钱啊？你拿下。小姐，你转来了啊？来啦，老豆先拿你去啦。好，哎呀，很多东西哦，很重嘞。你是谁？哥桑，天个啊，你超嘞哦。哪有？就冇吃饭哈。哥桑，带你看看，我们要来给我。是蒙呀。哎呦，你发压中钱做嘛呢？多少啊？伊去送货来啦。哦，你看，也系硬我带本脑壳个新用衫，中奖哦，给拿分去。哎来，去条个，厉害。用了。狗，你个狗！他答应吗？我总算转来咧，来喊上你，有咩同上你啊？300，我冇过讲几3年嘅命嘅咧，冇想到佢按超过。我相信，佢唔係真心愛退婚嘅，不過佢攞聘金拿走嘅。對到錢，佢做得無愛你，你還想等佢，你又要佢仔細爭錯。你嘅心痛痛，係啲啦。很想，佢聽錯邊嚟，拍卡痛，拜託你，唔好個想佢嘅，假生死都同你冇關係，點麼？
不管用遐种面补足个事情呢，大家两条啦。队长，卡上牙齿唔好，做唔得是天硬，唔系研发，东西我做过原始的。还有啊，俺部庭会冇马河水，所以目前能烧水帮卡上泡脚，过河水啦。特别过寒日，要注意卡上嘅身体，唔好寒到。队长，买提的钱，我已减钱要买啦，我同爷自从好手好脚，唔讲好起家啦。身形歹势啊，头摆啊，体有心神。其实我买都唔晓得，没哪使。唔是同我费事哩啦，录卡嘅事情，我用都冇公发喺 TV， 关你啦。安尼也好啦，我做得正式的嫁出去，离开你，离开爷仔家。我家人呢，记得冇？我记得啊。假使讲我冇迄天买家，卡上你迄几年迄啲嘢，我拜托爷子从同我迄啲录卡，总录卡一天，不过催眠迄一场空啦。爷子从讲，冇同伊看做一家人。阿爸，爷仔家我爸唔去嘅，卡上你听去台北啦，我要听爷子从归去，所以快点。队长，你小心爱啊！本来6年的时间，6年之后，我听说会同路卡的体用买回来。我每个想也着事情的啦，卡上迄好面子嘅你，也摆伊打击最态，又赚到钱，记得归来去见我嘅，不宜风风光光归来啦。讲实在话啦，这酱菜吼，还阁算袂歹食，谁知影吼会倒去，实在真可惜。啊，恁后摆敢还阁会继续出货？会啦，我会一直做，多谢你的支持哦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顺行啊！过来呢。好啦。很爸，俺们要亮相啦，还去甲伊拿。好。先发，会归来。素妹，也计啊吼，那边较简意思啦。好。生意呢喏？你读书的。安尼啊？哦，咱还有个做奖挂嘿，我头拄啊吼，看到人还有再出去呢。有啊，加减买，加减存啊。我话做在天数啦，大家新人啊吼，搁好做事情啦。
这段时间辛苦诶。转来啊！做得很好。可能先入去啦。是爷爷啊。神父，你有顺利买题无啊？多谢。卡萨，也寻到好条路的啊，遐钱哦，该叫你藏起来，你小心来好无？我当然相信啦，全部有今嘛个曲的啊吼，同好也安尼啦，也总得怪啦，哎呀，绝对相信啦。走，谢谢。哦。我可以记有父母你好教的哦。韩总。苏梅走。走啊。阿斌呢？哦，也会问。无说也算清楚诶。歹势啊，也下抢走咧嫌犯量上，剩的分去啊，才头体地步。哎呦，新物件现金吗？喂，有留到钱下来吗？反正啊，唔拉万啊，万多万就穷用啦。哎，有留到钱下来啦，咱做咧变一下诶。是啊，总拿去啊，也寻了条路诶，重新开始。哎呦，按物件就寻到条路诶，可以做嘛个啊？同样是努力上，去做进出口的生意啊。我去寻总量者。按物件就寻到条路诶，可以做嘛个啊？同样是努力上，去做进出口的生意啊。我去寻总量者。哎，这种生意哦，那种土松人敢做会来？来看你那多钱哦，也下把个条路穿得夹，还能做嘛个啊？哼，总算上台啊！哼，莫一个讲嘛个做体育嘅梦想的啊！从哪包人啊？也是爱贵生人的理想啊！听说我做体育嘅，做出优秀、有好势的体育嘅台湾人，所以我加个万钱，来赚本钱，重新开始。没错了。哎，明子，我想到哦，给他3级啊，没边境的啊。哦，动枪啊，死一摆开，好一摆进。哦，很强啦。是俩番啊！ありがとう。
你怎啊搁住伫万金咯？春的日期爱准时海啦，莫互阮搁去万金找你，知影无？我知啦，时间若到，我会送回来。多谢。好啦。爸啊，你点看卖？好啦，看起来你有那真担当的人啦，我这摆就搁相信你。所来咱就照讲照行，你莫甲害死啊！多谢啦，我知影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行啦。好啦，较按时爱行的啦。我知啊。拜托你啦，啊，袂过时呢。多谢。系啊，送拜五的糯米哦来咧，俺下煮酒很面送过去。有完来了啊！好好好好。迄个课啊？迄个课。干嘛给啦？你们唔晓天数遗害哦，冇看到睇个都给冒汗啊？啊？你話嘅係嘛？有嘅冇嘅啊？啊？原來有嘅冇嘅，嚟啲老人家嘅支付呢？你發亞洲得賺幾多錢呢？啊，唔抵啦。买几样单过来啊？哦，用一样。阿媽，去做啥？有乜嘅鬼事？歹势啊，條家根本係來還錢的。俺们迄老你讲过了呀，不准你出现都不有，你喊来做嘛呢？歹勢啊，條家娘。妖魔吹山，妖魔吹山。你靠，你做乜嘅？没养屁侠，那种妖魔鬼怪就要来对付。错。讓下陽動鬼唔掂喎。歹勢啊，條家。你遐常做咧10萬兩上，存的分期也要加條。唔是萬啦，颁獎錢就唔是萬。你這樣，條家娘。這樣，這樣啊！不准你出現到俺面前呐！小妹，你嚟講，等下咪呢批。哦。其他人嘅都處理好嗎？像你種安嚟處理，也下還剩2件啊，家等下要去。條家。歹勢啊，我無閒。然後落狗，我先行嘅。好。條家娘，迄個課啥？做乜嘅神法來咧？唔到都冇人嚟講啊！原來你講有乜嘅用？
也下迄架上去甲做门神，要想表你咩表唔得啊？咁，健康迄样样诶，有好无？唔好搁插记诶，好无？你看你去甲，你莫个贵用诶，肯定满几用诶。关下你去甲好无？我唔信，佢真經無愛我。我咩唔知佢係唔係真經無愛我。不過佢直接用推翻那種方法，就可以再搞模子。係多玩具嘅寫來嘅，冇一個好東西嘅。好大阿富有搬走，係冇做慢咪會變壞呢。我知道佢係才哥，才哥嘛嘅，唔知唔才哥哈？講正經嘅，我行喺東上樓記聽書。啊，希望我個老頭路揸本記啊，請我係要踩做得起。一週年行打定唔聽書嘿。韓哥，你還要這唔得？我你有聽書。迄個課，哎呀哈，唱奏得拜託你了。啊，迄個課去拜啦。哎呦，拜託啦，唔用不按工啦。哎呦，拜託啦，好冇？哎呦，好啦，你哋講。有条条的哦，不用太久啊，快呛呛的，用唔得啦。我想办法，总得要转来。还有小马，你摆种我买摕上吊的，应该还有些钱啊。哎，这种小狗事情哦，唔是小啦。我去搞，我想办法。唔生法，唔生法，唔生法。哎呦，哦，那是转个啊？啊？唔好。哦，都唔算爱去食哦。用杯干落講唔關手呀。哦，用嚟按屋啦。哎呦，哦，变强了哟！有几米海啊？哦，嘿，你日本哦，你好杀鸡，你好上当嘅，哎呦！我出來叫來哦，有每個人個個啲嘅。唔過，你上人個個啲啊？啊！唔好搏夢啦，唔食飯咧？忙咗啦，佢都出去了啊，要不要？等陣挨落去啦。咁等一下，唔攞睇落本互信吧。還有，也係我嘅本品質嘅書。哇，品質有新書好看了。啊。一三年咯，我老師，我看行喺舊本書係幾三年我買本品質嘅。他咯，還有一個係腦殼喺本神法嘅。好，我要搞本記。什麼？13年講法無算法，我本記偏到點麼？哎，哪有講法無算法？哎，你老唔講。
我要开始做跳舞咧。富令旁田，讲体多摆无宁我心的啦。啊，跟你来输赢啊？输赢嘛个？迄讲吼，我3年内开始做跳舞，唔会几乎忘跳啦。啊，好啊，反正你们唔晓得。哦，哼哼，哼哼哼，哼哼哼哼，哼。哼哼哼哼。你过来啊？那可以头路两位提啊？迄手子送过来的啦。绕口、上工、唔了下，听从因为到。绕口手机迄个好什么？唔讲退款就退款。今日下听说过辛苦。家己等，家顾不上诶，总得可以停下食苦。哎呦，哦，梦梦的哦，今日好事好叫转来啊！哦，看来你好运啊！遐种子吼痛吞咽，maybe你种了袂噶？来事麻烦啦，规天年我表伊度，还煮的一生年来炒盐呢。也台话吼，我即家我看起去，凊彩早早来就做会得嘞啦。种瓜水个全部嘛相同，出稀罕的。亚吞人即家做无腔用啦。今年万记做跳油吼，迄最出名的呢。古时候做种瓜。当然，突然能做诶茶青豆啊！后边等下免无字体啊，以后做头油，有样啊无样。遐种样迄今年祖传诶，佢从细滴了，他当然会做啊。无看见你哦，其实啦，今年唔会查。那也唔相信哦，还敢讲？一边一边。几落来哦？能吵啦，我还有事情哦，喊全走开了。
鱼奶糕啊？都请按了解来哈，安尼应该还较了解。好啦。来，老姜啊，老姜啊，不讲，来，来，干拜干拜。啊，你就随意哈，好，好，随意哈。倒酒，食菜啦，睇到噶，係咯，全部今日有機會處理下公生意哦，所以有緣分咩？梁永弟哦，做生意哦，呢張顏色有錢睇下用下穿，錯，佢合約哦，係已經寫好嘅啦，聽講已經讓我送過去哦，今晚不，我按講嘅講什麼炒到黃色啊，有人衝過誒，呢個酒好食。人生最痛快就係你聽咩？好唔好？好，來，揾到睇實機會，保證哦，然後唔拍到當我死啦。走。來，給睇下。阿哥，阿副兩邊就懵嘅啊！啊，硬上天哦，唔好講佢安泰事哦，酒量哦，淺淺嚟聽啊！冇差別啊，必須呀！來，你點啊？來，強下來，乾杯！乾杯！我聽說佢做出要熟要好食嘅條本體垃圾，本體垃個汗嘅咧，我係咪穿太前？你小心點好冇？小心點好冇？大佬，你聽咗？小心點，顧大佬！啊！你聽咗？小心點，顧大佬！啊！啊！唔用一毛啊！先抽起來。抽好哈。抽好，先抽好。你同鬧狗講，我聽到會存錢給我。好啦。那先，你先，你去看一下用一毛哈。沒，這有飯嗎？好啦，好。你講做得穿該多嘅錢啊！哎呦！咩？頭路真係甜。哎呀，做嘛變紅油裡嘛，水會倒呢？佢出爽嘅係哪樣嘅？那我出啥呢？停茶時就放多啦。Eva，過來佢問啦，你過來。嗯。有人哦。他咯，有快冇？大佬好好啲嘢，你哋都記得，唔好笑好冇？就快記得啦，叫咩開？好啦。好掂啦！這台腳踏車，係用乜嘅鐵皮嚟架出嚟？咁冇阿爸弄會安健狀咯。你那個手機送機啦。我搞掂啦。電話卡啦。人花，
唔係個佇啊人前人論的人，阿爸變安尼，咁樣厝安尼兩個，我甲伊天數的，也有說的啦，屬腳無按夾的，而遐阿爸就麻煩甲伊照顧的。反正佢嘅想法係幾簡單啊，但係佢心底都會哭，搶到佢發吐啊。人愛要知啊，唉，要做點樣嘅喏，件事情變難呢，愛來還有一個面子，再同中間人提親喏，算了啦。原諒我人無緣啦。素梅，冇想很多啊。哪去啦？可能我去到吃菜唔啦？哎呦，唔好输唔起个勇的咩？你像人讲哦。也不硬一个，三次。啊，好嘞。我再反对诶，哪本哪有课啊？就讲嘛嘅么？无啊，就讲哪本哪有课啊？过来咧。就安尼啊。就安尼。走啊。一个人喊我吧。按你讲起来哦，人人。很好哈。那种把你用功会出作诶。哦，人家骗你。喂盘哦，做开演调的啦，我盘就跳会风啊。你哪里做跳舞嘅？走嘞。有跳词吗？跳词嘛嘅？跳词啊，阮做古董啊，万记嘅古董，傻逼哦。班机嘅古董呢，吼，通起来很傻批哦。不过你按叫无叫，还记得体育上做乜嘅用啊？当然记得啊！拜托，我迄啲体育同出世嘅呢，一出世哦，就注定要做体育嘅啊。也着跳的吼，一批啦，就比后摆嘅擦皮的耐。你哪样？也不是关度啦，要种事情哦，讲出来没问题啦。讲来做乜嘅？错，我迄唔对，你讲嘅就错。我年度复数，看哪去？看你爱几多？算哪个啦？啊，亏片啦。多少？安出边，你做乜嘅？多少？家逢跳算哪个啦？我读书诶，我幾乎幾腳跳搖。跳搖？你哋講，唔好本期騙走咧，而佢愛騙一到黃跳去買錢嘅。因為你講咯。跳擺加多上還有課上，老係買黃跳，唔係買亞種，係啲長鋪地步嘅種，較長、較大粒、較貴嘅黃跳，裝作嚟做好事嘅跳搖。而家嚇係啲騙人啦。阿叔，我已經發現了。我用杯啲硬硬啊，冇咁咩聲。先算了啊。用碗錯，見冇事係冇？唔知呢，我冇看。
脑壳，我永远记得有本来这块小有圣白时的笑容，海世界风一直放在靠身边，我国度七家做了本贵生人的幸福，但遐个梦想煞本我七家废弃，系总不按此时本天顶的失去，所以离开因，想听出我好好补充七家。歹势，全都係我唔錯，將某個為我飛行的神法。你係乜嘅意思啊？意思係，既然係無愛你，係叫你天頂記會失去。这种事情，今天做得去甲家庭，有冇问过噶？不过事实就安尼啊，你天顶记听做会失去，敢唔系？起码个咩无呀？海蒂呀，给勇爱啊，给勇爱啊！多少？我爱嫁本，迄个唔通爱爱，人就结婚啊！刘家娘，哎，真是过人脑壳。他绝对唔会同意。你想嘛个啊？我拢会讲，咱你想去哦。你想汉白啊？上场迄个凤梨啊，很好穿哦，还可以买2万50块哦，张穿都按你种嘞。俺弟兄啊，要赚到钱，老品质来出堂戏，你们用的多得吧？加不买好了。做得了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笔，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一飞，你都来，本爱天都明，也不样，紧来紧走，变成了一条线。年来的年来，天空阵风插四远山。
的。